国际新闻来关心咱的友邦海地，那亲像有一个乌多大的，怀疑讲伊的后生会破病，拢是因为背后有人用腐仔咧做法，所以下令大屠杀，造成太阳城180个人互台死、互杀害。因的政府即马表示会全力来追查凶手。海地政府伫咧催告谴责一场正无人道的乌邦大屠杀，表示看到家己徛起火棍，为车被放火烧，有的是兵甲车底向天。但是发生去当阵，真侪民众机会款款的就想要走，因为讲遮正恐怖，袂输敢若地狱。Dans zone là, mes images nous repellent dans zone là, au bout de tout, c'est comme ça va aller commencer. Ensuite après ça, on vient dans caille, on vient dans des bails dehors, obligé croiser pour sauver pour nous. 有几多位非政府组织讲，受到太子港西部沿海太阳城地区，顶礼拜六有要甲200人被杀死，大部分拢是老大人。原因是有一位乌邦的老大菲利克斯，认为伊的后生和附近宗教信徒用武术武甲破病，才会发动攻击。总理菲艾美讲，野蛮的行为正残忍，联合国也正关心谴责暴力，希望海地当局彻底调查这件代志。 The Secretary General strongly condemns the continued gang violence and the loss of life in Haiti, reiterates once again his pressing call to member states to provide the multinational security support mission. 海地人权团体全国人权捍卫网络讲，这个帮派人夜大碎基督，连续伫咧吹6到吹72天，看到是大人就抬。要拿菲利克斯的囡仔已经伫咧吹7死亡。太阳城是太子港人口正多贫民窟，也是海地上散且暴力情形上严重的地区之一。这件案件发生了后，海地总理办公室发声明讲，会全力追捕并且消灭所有的凶手。公司新闻吴文玲编写。